今日同大家傾下一個近排去到邊度都聽到人講，甚至好多人都切身感受緊嘅話題：香港嘅飲食業係咪真係已經入咗一個大崩壞嘅時代？以前我哋成日自豪香港係美食天堂，去到邊都有好嘢食，服務就算唔係5星級，起碼都快靚正，啖啖充滿人情味。但係依家，你出街食餐飯，好似貼錢買難受咁。最近網上瘋傳兩件真人真事，真係睇到人把幾火，亦都令到好多本地人徹底心碎。第一件事發生喺油麻地一間開咗好多年嘅老字號麵店，有位街坊諗住去幫襯下，入到去坐低，可能因為人多，又或者係因為伙計心情唔好，總之落單嘅時候，個伙計態度已經差到極點。位街坊頂唔順話咗兩句，點知個伙計唔單止冇收斂，反而直情發落，當住全場客塊面大聲咆哮，爆咗一句震驚全網嘅名句。佢話：你班客真係打得少。打得少呢3個字，真係將依家某部分香港餐飲業從業員嘅心態暴露無遺。你入去消費，你俾錢買嘢食，佢唔單止唔當你係客，反而好似覺得你欠咗佢咁，甚至覺得你嚟食飯係要捱打嘅。呢件事喺網上掀起咗軒然大波，好多網民都話呢啲所謂嘅老店，仗着自己有少少名氣，有一班熟客支持，就將啲服務態度踩到去底線以下。以前啲人成日話老店有火氣、有個性，但係有個性同無教養真係兩條唔同嘅線。當一個伙計可以對住個客講出打得少呢間咁荒謬嘅說話嘅時候，呢間鋪頭嘅氣數，甚至成個香港飲食業嘅招牌，其實就係咁樣俾佢哋自己一手砸爛。無獨有偶，油麻地呢邊廂啱啱發完戶，長沙灣嗰邊又有一間新興嘅冰室交出咗另一張令人啼笑皆非嘅答卷。有位網民同朋友去嗰間冰室食晏，由坐低、落單、上菜到佢哋食完，成個過程你估下用咗幾耐時間？答案係43分鐘。可能你會話43分鐘食餐晏好正常啊，香港人講求效率嘛。但問題係喺呢43分鐘入面，佢哋經歷咗一場光速收碟嘅奇觀。基本上你個口仲咬緊最後一啖多士，個伙計隻手已經好似練咗神功咁，由你個角落底下面穿過來，將你個碟抽走。有網民誇張到話自己杯凍檸茶飲到剩返1/4，諗住同朋友吹多兩句，點知一眨眼個杯已經洗緊。呢種光速收碟嘅做法，背後反映出嘅係一種極度功利、極度冷漠嘅趕客心態。餐廳為咗做多2輪生意，為咗提高個翻台率，完全將顧客嘅用餐體驗擺喺最後。你喺度食飯，唔單止得不到放鬆，反而好似俾人催命咁，成個過程大壓力到好似去考公開試咁。43分鐘真係光速。有好多網民就笑言，依家喺香港食飯真係要練過下身手，如果唔係，你個碗飯未吞落肚就已經俾人收走咗。面對咁樣嘅服務態度，難怪依家個個香港人一到周末或者假期，寧願成群結隊扶老攜幼咁北上消費。講真，呢幾年香港飲食業嘅環境確實係差咗。由2019年開始，經歷咗幾年嘅疫情，去到2023年、2024年，再到依家2026年，成個市場嘅生態變咗好多。好多老細會訴苦，話依家租金貴、人工高、食材成本又升，加上請人極度困難，請返嚟嘅伙計唔係年紀大，就係根本唔想做，所以服務質素先會下降。呢啲困難，作為消費者，我哋其實係理解嘅，但係理解並不代表要一味容忍，更不代表消費者要成為你哋宣洩壓力嘅對象。你試下將香港嘅體驗同深圳或者廣州一對比，個落差大到真係令人搖頭嘆息。依家好多港人星期六、星期日返內地消費，人哋一入到餐廳，幾多個服務員行過嚟同你講歡迎光臨，斟茶遞水唔使講，點餐用手機掃個碼就搞掂，完全唔使睇面色。如果你唔識用手機，服務員會好溫柔咁行過嚟幫你。嘢食上得快之餘，如果味道唔啱或者有問題，人哋即刻幫你換，甚至成餐免單。最重要嘅係，
人哋唔會喺你食到一半嘅時候過嚟收你個碟，更唔會對住你講打得少。在價錢方面，香港依家食個普通嘅茶餐廳午餐，動輒要60-70蚊，加杯凍飲就差唔多80蚊。如果去啲好少少嘅餐廳，兩個人食餐晏分分鐘要200-300蚊。但係反到內地，200-300蚊已經可以食到餐好豐盛嘅酸菜魚或者潮汕牛肉火鍋，服務仲要係貼心到無微不至。喺咁樣嘅對比之下，消費者嘅錢包係最誠實嘅。既然喺香港消費要貼錢買難受，點解我唔將啲錢留返去啲令我開心、令我得到尊重嘅地方呢？好多本地飲食業嘅老細依家成日怨天尤人，話香港人唔支持本地經濟，話港人北上消費係崇洋媚外或者貪便宜。但係佢哋有冇諗過，真正推走香港人嘅唔係深圳嘅平價，而係香港本地飲食業自己嘅傲慢同不思進取。香港飲食業之所以行到今日呢個地步，其實係冰凍3尺，非一日之寒。長期以來，好多本地餐廳都習慣咗休克式嘅經營手法，因為以前遊客多，本地人又冇其他選擇，所以就算服務再差，環境再逼，生意都一樣照做。但係依家時代唔同啦，交通越來越方便，資訊越來越流通，消費者嘅眼界開闊咗，大家對生活質素嘅要求高咗。當外面的世界已經進步到90分嘅時候，你仲停留在50分，甚至退步到20分，仲要理直氣壯咁話我哋香港特色就係咁㗎啦，咁樣同自殺有咩分別？我哋成日講餐飲業，除了餐之外，最重要嘅就係飲同服務。如果一間餐廳連最基本嘅尊重都俾唔到個客，就算你啲嘢食做得幾好食，你間鋪頭有幾多年歷史，都只會被時代淘汰。油麻地嗰間麵店嘅伙計講嗰句打得少，其實係打緊成個香港餐飲業嘅面。而長沙灣冰室嘅43分鐘光速收碟，就係將香港人最後一絲對本地茶餐廳嘅情懷都一併收走埋。依家每逢到咗禮拜五黃昏，羅湖、落馬洲、深圳灣口岸就逼到水泄不通，成千上萬嘅香港人好似逃難咁湧上去。呢個現象正正係對香港餐飲業最無聲、最有力嘅抗議。如果本地嘅餐飲業老細同從業員仲唔肯醒覺，仲喺度盲目追求翻台率，仲喺度對個客呼呼喝喝，咁香港美食天堂呢個金字招牌，恐怕好快就會變成歷史教科書上面嘅一個名詞。講到呢度，可能有人會反駁話：你唔好一竹篙打沉一船人啦，香港其實仲有好多有心做嘅小店嘅。冇錯，呢點我絕對承認。我自己平時出街食飯，都撞到好多好有禮貌、好用心經營嘅本地小店。有啲開咗20-30年嘅街坊街里店，個老細見到你行入去，會好親切咁問你今日想食咩啊？杯茶夠唔夠熱啊？亦都有啲後生仔開嘅新式咖啡店或者新派餐廳，佢哋嘅服務態度同食物質素都非常有誠意。但問題係，依家嘅情況係一粒老鼠屎，壞了一鍋粥。當消費者行入10間餐廳，有3-4間都俾人面色睇，有2-3間催你走，甚至有一間好似油麻地咁發惡鬧人，咁樣對消費者造成嘅心理陰影面積係好大嘅。大家打工賺錢都好辛苦，放假出嚟食餐飯，無非都係想開開心心放鬆下。如果每次出街食飯都好似博彩咁，要靠運氣先可以得到正常嘅服務，咁樣邊個仲願意冒呢個險？我哋不妨再深入去探討一下，點解香港嘅飲食業服務會崩壞到呢個地步？除咗老細嘅管理問題，背後其實仲隱藏住成個社會、成個經濟結構嘅深層次矛盾。首先，就係我哋頭先提到嘅人力資源問題。依家喺香港做餐廳伙計，工作量大，工時長，壓力爆煲。但係份薪水扣除咗高昂嘅生活成本同交通費之後，其實生存得好艱難。好多茶餐廳嘅阿姐或者樓面叔叔，佢哋每日可能要連續行足10幾個鐘，搬搬抬抬，又要面對形形色色嘅客人。喺長期高壓、缺乏休息嘅環境之下，人嘅情緒自然就會變得好差。有時候個客可能只是多問2句，或者要求多1對筷子。
喺已經攰到極點嘅伙計眼中，就變成咗一個執着麻煩嘅舉動，於是摩擦就咁樣產生咗。這並不是要為服務態度差去洗白，而係要指出，當一個行業嘅從業員普遍都處於一種精神極度飽和、毫無幸福感嘅狀態嘅時候，你係好難奢望佢哋可以展現出由心而發嘅笑容同貼心嘅服務。相比之下，內地好多大型餐飲連鎖店，佢哋有一套非常完善嘅員工培訓同晉升機制，員工嘅住宿、伙食都有保障，甚至表現好仲有花紅攞。人哋份工做得到尊嚴，做得見到前景，自然就願意投入熱情去服務個客。其次就係香港飲食業過度依賴快餐化同連鎖化嘅模式，為咗對抗昂貴嘅租金，好多餐廳將個餐牌縮到極精簡，所有嘢都用預製菜或者半成品，追求嘅就係快。廚房上菜要快，樓面落單要快，個客食得又要快。當成個飲食業都變成咗一條冷冰冰嘅流水線嘅時候，人與人之間嘅溫度就徹底消失咗。你入到去，你唔係一個貴客，你只係一個霸住張凳，阻住人哋做下一個客嘅佔位符。長沙灣冰室嗰個43分鐘光室收碟，正正就係呢種極致流水線思維之下嘅畸形產物。另外，我哋亦都不得不承認，香港一部分消費者嘅心態喺長期的壓力環境之下，都變得越來越焦躁。有時候可能只是一件好小嘅事，例如上菜慢咗5分鐘，或者個阿姐轉頭攞漏咗杯水，有些客就會用一種高高在上，甚至近乎挑釁嘅態度去責罵員工。這種惡性循環，令到樓面同客人之間嘅關係變得越來越對立，越來越緊張。伙計覺得個客係西客，個客又覺得伙計係黑面神，一有火星就成個炸藥庫爆破。但係無論背後嘅原因有幾多，最終承擔後果嘅依然係成個香港飲食業自己。因為消費者手腳喺自己度，依家資訊咁發達，交通咁方便。2026年的今日，高鐵、跨境巴士甚至港車北上，已經將大灣區1小時生活圈變成咗實實在在嘅日常。星期六朝早喺香港出發，下晝已經可以喺深圳嘅商場度飲緊喜茶，食緊海底撈，夜晚仲可以睇埋場戲先返香港。成個過程嘅消費可能只係香港嘅1/3或者1/2，但得到的卻是帝王級嘅享受。在這種強烈嘅對比之下，香港飲食業如果仲唔痛定思痛，進行一場徹底嘅自我革命，單靠去辦一啲所謂嘅節日市集，或者派一啲消費券，係根本冇辦法從根本上挽回香港人嘅心嘅。要救香港飲食業，首先老細們要轉變心態，唔好再將翻台率視為唯一嘅商業指標，唔好再將個客當成係一條識行識走嘅鈔票。你得俾個客一個坐低嘅理由，一餐飯除咗果腹之外，仲應該包含住放鬆、享受同社交嘅功能。如果人哋入到嚟，連同朋友講多兩句說話都要擔驚受怕，驚俾人收碟，咁邊個仲會想出嚟食飯？其次，要真正提升從業員嘅福利同待遇，改善佢哋嘅工作環境。只有當員工自己覺得受到公司尊重，工作得開心嘅時候，佢哋先有可能將呢種正面嘅情緒傳遞給消費者。最後，政府同業界亦都要一齊去反思，點解我哋嘅租金成本、營商環境會對小店造成咁大嘅壓榨？如果一間餐廳有70%的利潤都要攞去交租，咁佢哋自然只能夠在食材同人工上面扣減，最終導致質素全面崩壞。呢個先係香港飲食業最核心、最致命嘅毒瘤。香港飲食業嘅命運，依家其實就掌握喺自己嘅手中。如果你選擇繼續傲慢，繼續打得少，繼續光速收碟，咁就真係唔好怪香港人寧願北上消費，都唔肯留喺度支持本地經濟。因為每一個人嘅錢都是自己辛辛苦苦用汗水換返嚟嘅，大家都只係想買到一份應有嘅尊重同快樂。期待有一日，我哋可以重新喺香港嘅茶餐廳，喺香港嘅老字號入面，見到久違嘅人情味同親切嘅笑容，而唔係一次又一次因為惡劣嘅服務而令到呢個城市嘅名聲受損。香港飲食業真係要爭口氣啦！